Marco 啊，我哋一陣間上你公司簽文件，但係之後我趕住去澳門喎，我哋趕唔趕得切㗎？梗係講一次啦，我公司喺信德中心㗎嘛，我哋簽完文件就落樓下搭船，再唔係我哋咪坐直升機咯。我哋信德中心一個單位咧放租緊，有成5000尺，你睇下個 reception 幾嚿氣派？經理房同埋老闆房一共有10個，另外仲有一個檔案室添。Web Pantry 都做好咗，方便員工使用。整個單位嘅景觀亦都十分之開揚。呢個單位有好多個會議室，其中呢個最大嘅會議室咧，唔單止有獨立嘅門口進出單位，而且都配備咗會客室，連接住 reception。會議室嘅設備十分之齊全。每間經理房都有好足夠嘅空間。租金現時叫價大約18萬，仲有商議嘅空間。呢個單位家私同埋裝修都會留俾租客用。如果你咁啱急住揾寫字樓，又或者想節省成本嘅話，呢度會有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就 call Marco 啦。拜拜。